前一阵传出世新大学中文系要停招，有民间团体甲退休的教授就指出讲，伊空白课讲哦，唔拿去国文化，嘛互国文的教育变甲正浅工具化，造成哦中文系出路是愈来愈歹。因呼吁总统参选人伫教育政见嘛应该来提出相关的看法。它难不难？它有趣没有趣？这个都是要看我们自己。提出家己做的甲国文教区，前大学教授、有名的作家张晓峰感叹当前108年课纲中，国文教育放弃国文化，牺牲学生上重要的基本养成教育。没有好的语言，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。不仅仅是国家的能力啊，这就是个人要活下去的一个能力啊。有人却强迫我们把它丢掉，这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件事情。当你文言文不读的时候，你只读白话，你其实是轻视了学生。它其实承载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厚度，承载了文学的素养，承载了我们所有语言之中隐而未显的许多核心概念。前高中国文老师段新基指出，目前课纲将国文教学的目标浅碟化，只存基本教育功能，真做单纯的工具学区，也安尼矮化中文系学生的出路，佫较造成真侪大学的中文系面临停招。对这个现象感觉真烦恼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，难道我们就挑不出一些能够跟当代的社会相互配合的东西吗？假如能够善用文言文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从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学者强调，基本是重要的软实力，基本能力强，会当甲其他的学科互相辅助。更加呼吁基本教育无应该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。希望2024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提出相关的教育政见的时，会当多加考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